主后2022年12月24日，每日圣安宫读经，草泽的记号。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7节。迄时，罗马皇帝阿古斯都颁布命令，叫全国人民拢登记户口。这个头一遍的户口普查是古里长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实施的，众人拢返去家己的故乡登记户口。约瑟嘛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犹太的伯利恒，就是大卫出世的城，因为伊属大卫的家，是大卫的世系。约瑟甲伊的未婚妻玛利亚做伙去登记，迄时玛利亚已经怀孕。因伫遐的时，玛利亚生产的时到，就生头上囝，伊用布甲伊包，互伊困伫槽里，因为气管无所在通互因住。以上草泽的记号。约翰威廉斯伫1972年写的小说《奥古斯都》有得到197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作者用历史小说的方式，多面向随口罗马第一位皇帝盖欧斯奥大维多利诺斯开创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黄金时代，互伊伫36岁就封称作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中国神圣的意思。独裁性格也互这位手段高明的政治家，用正面面对人生的危机甲救赎，无惊无畏。恐惊连奥古斯都家己都未捌想过，因为伊的一道命令，爱所有住伫罗马帝国的人民拢倒转去本乡办理户口登记，竟然就安尼成就上帝对人类拯救的应允，甲规约有言的实现。米迦书第5章第2节讲：犹太他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宗族中虽然微小，毋过有一位会对你遐出来，为我伫你以色列，伊的根源对古早对上起头就有。当约瑟接到命令了后，带已经甲伊要结婚的未婚妻产期也近的玛利亚，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犹太登记。当因来到大卫的家乡伯利恒的时，就生头上仔囝耶稣。当时的客店拢客满，所以因甲婴仔用布包着，真刻然放踮伫草泽做床铺。用布包着放伫草泽呢，是天使甲牧羊人讲着安怎找着拯救者主基督的记号。无论是卑微的草泽，也是社会底层的牧羊人，早在甲世间人讲，救主耶稣的出世是甲所有人拢有关的有关系，特别是要甲尚未看上目的人斗阵做伙。上尊贵的王用上卑微的方式降生伫人世间，这是上主疼咱的记号，搁较是人顺服上主的记号。因为顺服卑微的目像约瑟，带甲伊有婚约的未婚妻玛利亚去报名上册，做户口登记。聘是指订婚。伫当路时，犹太人订婚就已经被办法律的地位。若女方不忠，
通写休书用石头甲伊沉死。不过，天使早就伫约瑟的面梦中显现，代表的后代约瑟毋免惊，就带玛利亚入门做母，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因为顺服，人类就行入上主的救赎计划中。伫路加的路必的耶稣基督降生，充满着历史性甲社会背景。经文中讲到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叙利亚总督库里纽，拢是伫向世间人宣告，耶稣基督是真正有即个人。咱看见上主拣选愿意顺服伊的约瑟和玛利亚，也使用未信者奥古斯都，为着要成就伊的救恩，仰望伫这平安暝草泽的记号，引带咱搁较亲近救主耶稣，伫听甲顺服中，诚侪传扬听甲救恩的器具。做伙来默想，平安暝草泽的记号对我有甚物提醒？平安暝草泽的记号对我有甚物提醒？咱来做伙祈祷，以马内利的主，感谢你伫我的生命中，予我一个记号，予我经验到你的听甲平安。愿我会当有备好家己，谦卑顺服甲主同行，奉主的名祈祷，阿免。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